快啲睇啦！大家好，呢個就係我哋開心嘅陪酒探仔幼稚園。學校推行多元智能同素質教育，但我哋要做個乖孩子，要懂得尊孝、有禮、關愛、好學，做一個叻品德之星。我哋有我直老師同我哋唱英文歌、講故事，喺遊戲之中學好英文。學校教我哋用心算計數，唔使數手指都可以好快計到。每年都會舉辦心算、速算大比拼，同同學仔一齊比賽，挑戰自己。呢個係我哋嘅機械人朋友仔小飛啊！我哋一齊傾偈解決問題，喺陪度可以學到好多新嘅 AI 科技知識。透過音樂，每年仲有大型嘅體藝匯演，全面發展多元才能。我哋仲會走出課室，透過戶外參觀活動，探索世界，感受大自然。學校仲有親子競技人，我哋同爹哋媽咪一齊做運動，鍛煉身體，有強健嘅體魄，先可以愉快學習噶嘛。我哋仲獲得唔同嘅校外獎項，一齊嚟睇下我哋嘅學習成果。我每日返學都覺得好開心啊！大家嚟睇下。想了解更多陪讀學校嘅資訊，歡迎繼續關注我哋陪讀探仔幼稚園，歡迎你。